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共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抵住轻碰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敏媛执事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在这个早晨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个时间一起安静在你的面前，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处的生命阶段不太一样，有人正在经历平顺的日子，也有人可能面对一切不容易的事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更认识你，也重新看见自己的生命。以下时间求你的带领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2章1到23节。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那在等一下读的时候，我想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一个很明显的转折。前半段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责备跟失望，甚至管教，可是读到后面的时候，语气也会突然转变。神开始说，我要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甚至到最后提到重新立约，重新恢复关系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听听看，为什么同一位神前面的责备，却又后面呢又主动把人找回来。何西阿书第2章1到23节。第1节，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，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。你们要为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，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，照她除掉脸上的淫像和胸间的淫态，免得我剥她的衣服，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，使她如旷野，如干旱之地，因渴而死。我并不怜悯她的儿女，因为他们是从行淫乱而来的，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，怀了他们的母，做了可羞耻的事，因为他说，我要随从所爱的，我的饼、水、羊毛、麻、油、酒都是他们给的，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，筑墙挡住他，使他找不到路。他必追随所爱的，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，却寻不见，便说，我要归回前夫，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，又加增他的金银，他却以此供奉巴力。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，初九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，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，并无人拯救他脱离我的手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、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，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就是他说，这是我所爱的，给我为赏赐的。我必使这些树林变为荒林，为田野的走兽所吃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，
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，随从他所爱的，却忘记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：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施，不再称呼我巴力，因为我必从我民中的口中除掉巴力的名号，这名号不再提起。当那日，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必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，仔细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：那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、新酒和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，素不蒙怜悯的，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，我必对他说：你是我的名。他必说：你是我的神。读完这一段，如果是第一次读何西阿书，可能就会觉得这段经文怎么好像在讲一对夫妻。确实，何西阿书很特别，神透过先知何西阿的婚姻来描写他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。在圣经里，他与百姓不只是一个管理者和人民的关系，神常常用非常亲密的方式来形容他与百姓之间的关系。在何西阿书里就用了婚姻做比喻，神像一位忠实的丈夫，以色列民却像一位离开的丈夫去寻求别人的妻子。所以我们要先知道，这段经文真正要谈的不只是婚姻，而是在谈一件更深的事情。当神的百姓都离开了神，神要怎么看待这个关系？那以色列百姓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何西阿所在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虽然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可是他们同时也去敬拜其他的神，特别是当时迦南文化里的巴力。他们认为农作物丰收、五谷、新酒、油和生活所需的一切都是巴力赐给他们的。所以在第5节里面，经文描述以色列说：是我的情人给我饼、水、羊毛、麻、油和酒。这里所说的情人，其实就是指那些他们所追随的偶像。换句话说，神明明供应了他们，他们却把神所给的恩典归功于别的东西。这就是一段经文很重要的问题，不是神没有给，而是人慢慢忘记到底是谁给的。讲到这里，我觉得就开始跟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。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真的去拜巴力，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把安全感慢慢放在别的东西身上？例如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有好成绩就会得到肯定，那再大一点，可能就会觉得只要有一份好的工作，人生就会稳定了。再有了家庭，可能把全部的安全感放在家人身上，甚至我们也可能认为，只要我的能力好，只要我存款够多，只要大家都喜欢我，只要事情都照着我的计划，我就会安心。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坏的，工作不是坏的，努力不也是坏事，家庭、金钱、能力也都不是坏事。但是问题是，当这些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，我们就会慢慢把它当成做生命的真正依靠。这其实就是何西阿书里所面对的问题。接下来第6节开始，神说他要用荆棘堵塞以色列的道路，使他找不到他所追求的那些东西。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神是不是很严厉啊？可是我们继续往下读，就会慢慢发现，神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要处罚，而是要阻止百姓继续往错的方向行走。这就是很像有的时候，一个人一直往危险的地方前进，真正的爱他的人啊，
不会说没关系啊，你开心就好，反而会想要阻拦他、拦阻他。所以有的时候圣经里的管教并不是神不要我们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神没有放弃。第7节有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，以色列发现他追求的东西最后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他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归回前夫，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。这是一个回转的开始。有的时候人在很顺利的时候，不一定很容易发现自己已经慢慢离神很远，反而是一些事情失去了之后，我们才会开始问，我到底在追随什么啊？为什么我已经得到这么多，我心里还是不满足？为什么我努力抓住，却还是觉得不安呢？有些生命的停顿，反而会让我们重新看见自己。到了14节，整段的经文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，前面都是责备，可是神突然说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我觉得这一段非常的美，因为我们可能以为，既然以色列这么不忠心，那神接下来应该说我不要你了，可是他没有，神说我要劝导他。这里带有一种温柔的吸引、劝慰的意思，不是把人拖回来，而是重新把人的心吸引回来。这让我们看见神的心，神指出人的错，但他真正想要的不是定罪，就这样结束了。他真正要的是关系的恢复。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有地方的意思，神说我要领导他到旷野。如今是你可能会说，神竟然要安慰我，不是应该带我去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吗？怎么会是旷野呢？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旷野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，他们就在旷野里学习跟随神。在旷野没有很多东西可以依靠，没有东西，没有自己熟悉的资源，甚至每天都需要仰望神的供应。所以在旷野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缺乏的地方，但却是一个重新学习依靠神的地方。有的时候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最能听见神的时候，不一定是事情全部都很顺的时候，反而可能是在一些我们原本要依靠的东西被拿走的时候。每一个人的旷野都很不一样，对学生来说，可能努力了很久，结果却没有预期的那么好。那对年轻人来说，可能工作、感情或者未来感到迷惘。那对已经拥有家庭的人来说，可能家庭的动力、家庭的压力、照顾的责任、经济的重担。对长者来说，可能是身体的改变、孩子的离开，或者人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旷野通常不是我们自己会选择去的地方，可是很特别的是，神没有说我在旷野外面等你，神说我要领他到旷野，并且在那里对他说话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正在生命很不容易的地方的时候，也不代表神离开了，有的时候神反而在那里等我们。第15节又出现一个很特别的话，神说他要使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雅各的意思跟患难麻烦有关。在以色列的历史里，雅各谷原本是一个带着失败记忆的地方，可是现在神说，那个原本要代表患难的地方，我要把它变成指望的门。这句话非常有力量，因为神没有说你的人生从来不会有雅各谷，他说的是我可以让你的雅各谷最后成为一扇通往盼望的门。我们的生命可能也有一些事情，回头看的时候，仍然会觉得那段时间真的好苦啊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也许我们会发现，正是那个时候，我们开始重新认识神，在那里我改变了。正就是在那里，我开始知道什么才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情。神不一定让我们每一段痛苦都立刻消失，但它能够使一个原本的只有痛苦的地方，最后长出新的意义。接着第16节说，百姓将不再称神为巴力。这里其实是在说，神要重新洁净他们对他的认识。
因为他们已经把对真神的敬拜跟其他的偶像混在一起。所以神不是只是把人带回来就好，他还要重新整理这段关系。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信仰不只是需要神帮我们解决问题，而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神究竟是谁。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想象可能是，只要我表现得够好，神才会爱我，或者是事情很顺呢，神就是爱我。事情很不顺，神就是不爱我。甚至我们可能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神。但是何西阿书让我们看见，神想要的不只是一种交换式的关系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我们的心。到了这一章的最后，前面那些很沉重的名字被翻转了。何西阿书一开始有2个很重要的名字，路哈玛、不蒙怜悯、阿米、非我民。这些名字象征以色列与神的关系的破裂。可是到了第2章的最后，神却说，我要怜悯那不怜悯的，我要对那原本不是我百姓的说，你是我的百姓，而他们也要回答，你是我的神。整章最后停在这里，不是停在人的失败，而是停在关心重新被建立。这是我们觉得何西阿书很重要的一个信息。人的失败是真的，神的管教也是真的，但神的恩典没有因为人的失败就这样停止。所以今天读完这一章，我想要请大家自己想想，有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现在的生命里面最想抓住的是什么？可能是一段关系，一个成就，别人的肯定，工作，金钱，甚至是一种所有事情一定要在我的掌控之中的安全感。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如果有一天这个东西都不在了，我还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谁吗？第2个问题，我的生命里现在有没有一个旷野？也许是某一件事还没有答案的事情，某一段辛苦的过程，某一个祷告还没有改变的状况。如果有，今天这段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没关系，很快就好了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即使在旷野，神仍然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也许是我们可以换一种祷告方式，不只是问神啊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出去，而是可以问神啊，我在这旷野里，你想让我听见什么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相信神愿意把我带回去吗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离神很远，可能很久没有祷告，很久没有好好读经，甚至知道自己某些选择并不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已经没有资格回去了？可是何西阿书第2章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位主动说我要劝导他的神，是神先寻找，是神先呼唤，也是神要重新恢复这段关系。今天何西阿书第2章一开始，我们看见是一段破裂的关系，人追求别的东西，忘记神的恩典，神也让人经历管教与失去。可是故事没有停在那里。第14节开始，神说我要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最后患难之谷成为指望的门，不蒙怜悯的重新得到怜悯，原本被称非我民的再一次听见神说你是我的百姓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盼望是，神指出我们走错的地方，不是为了要我们推到更远，而是为了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。也许今天我们生命里正有一个旷野，但旷野不一定代表神不在，有的时候旷野反而是我们重新听见神声音的地方。也许我们的生命里也有一个雅各谷，是一段我们不喜欢甚至很想跳脱的经历，但我们真的可以相信神仍然能够让患难之谷有一天成为指望的门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透过今天何西阿书的经文，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很容易把你给我们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，也很容易把安全感
放在其他的人事物身上。求你帮助我们重新把眼光转向你。如果我们的生命现在正经历一段旷野，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没有离开，也求你在旷野里对我们心里说话，让我们不只是一直问神什么时候才能离开，也能够问主啊，在这段时间你要教导我们什么。主啊，我们也想把这些生命像雅各谷一样的地方交给你，那些失败、失望、伤心，以及我们现在还看不明白的事情，都交托在你手中。求你使患难之谷变为指望的门。也谢谢你，即使我们曾经远离，你仍然主动寻找我们，呼唤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再次听见你说你是我的百姓，也让我们真心回应你是我们的神。谢谢主，这样感谢祈求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守护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只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供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